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8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3篇，创世纪第41章14节到36节，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灾难。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个耶稣基督他平静风浪的记载，那风浪当然就是灾难了所以我们也说到那个成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的，在生命当中永远有那种令人措手不及的这种遭遇跟苦难，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即便是遇到极大的风浪，但我们有主耶稣。小时候有一首诗歌，取名是有主在我船上，它的歌词是这样说道：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摇啊摇，摇回家，摇啊摇，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还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台中探望已故大阿姨的家庭，姨丈还有表兄弟表姐妹都在。只记得他们家是在下了客运车之后，要走非常长的一段路，会经过好大一片的墓园才会到达。小时候在晚上未曾到过坟墓区了虽然妈妈是牵着我的手，但是仍然心里害怕，所以很自然的口中就喃喃的唱着这一首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用这首歌来壮自己的胆了基督徒如何预备自己来面对未知的困境及灾难呢？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完全的预备，但是我们也知道若不预备，那就会更糟糕。牧师曾经居住在南加州一段时间，那美国的南加州是一个野火以及地震多发之地因此地方政府经常会发通知，甚至有许多的防灾的训练要求。那在训练当中，除了说明如果发生灾难的时候怎么样的撤退动线之外，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预备的事情上面，有几件事情，如车子的油箱随时永远保持怎么样1半以上，以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可以直接去逃难，因为那个时候加油站是会被塞爆的。车库还有房间里面需要时常保持着几箱的罐装水、干粮3到7天份、电池、手电筒，还有御寒的衣物，或是我们说的这个毯子等等的。其实像这样的一种情形，在旧约的时代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是记载在圣经41章14节到36节。那记载了法老王的梦境，我们就不谈法老王邀请约瑟解梦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直接谈这个解梦的内容，因为这个解梦的重点是在上帝要透过法老王的梦境，让属上帝的仆人约瑟有机会来传达上帝的智慧、能力与旨意。
在约瑟解梦的过程当中，约瑟一再强调的一句话是：上帝怎么样怎样怎样，或是说上帝将要如何如何。如同我们前面说到的，上帝是要透过法老王的梦境以及埃及即将遇到的灾难，来让法老王以及全埃及他们看见上帝的全能。创世纪第11章25节到36节，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对王说，其实这两个梦可以当作一个梦来解释，有相同的意思。上帝已经将自己要做的事预先告诉陛下了。那7头肥壮的母牛代表7年，那7个饱满的麦穗也代表7年。这两个梦有相同的意思。接着上来的那7头瘦弱母牛和那7个枯瘦被东风吹干了的麦穗，都代表7个荒年。就像我刚刚奉告陛下的，上帝已经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预先的指示陛下了。埃及全境将有7个前所未见的丰年，接着有7个荒年，饥荒将毁坏埃及全境，使人忘记从前有过的丰年。饥荒严重的使人再也记不起从前的丰年。陛下重复做了2个梦，这表示上帝决意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他的计划。因此，我建议陛下启用有智慧、有远见的人，派他管理国政，并且指派其他的官员在7个丰年期间征收全国农产品的1/5，命令他们在将来要来临的丰年期间收集五谷，在各城储备粮食，派人管理。在接踵而来的7个荒年的期间，这些囤粮可以供应全国人民，使人民不至于饿死。这是上帝透过约瑟所要展现的上帝的旨意、智慧以及能力的作为，来帮助埃及将来能够度过7年饥荒的大灾难。这是预备。新约约翰在启示录中看见到末后的启示，他说，我又看见天上有另一个神秘的景象，又大又奇，有7个天使掌管着最后的7种灾难，因为上帝要在这些灾难当中来贯彻他的愤怒。我又看见一片好像玻璃的海，掺杂着火。我也看见一些人，他们已经胜过了那兽像，即以数字代表名字的那人。他们都站在玻璃海边，拿着上帝给他们的竖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全能的上主，上帝啊，你的作为多么的宏伟奇妙！万国的王啊，你的道路多么的公正真实！主啊，谁敢不敬畏你？谁敢不颂赞你的名？只有你是神圣的，万国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出来。根据埃及饥荒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件事实，就是启示录末后启示相通的，就是要敬畏上帝，要倚靠全能的上帝，就能够避开末后的7个大灾难。
诗篇133篇。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愉快！正好比珍贵的香液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落在锡安的群山岭。在那里，上主应许赐福，赐下永恒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尽心的领受你的旨意，领受你的智慧，顺服你的引导，好让我们能够避开即将可能遇到的灾难，得到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